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嘅节目，我係仲一群阿群妹。按多年來後，大家其實都懂從事安樣嘅食物嘅東西，而是對人哋身體有健康有好處嘅食物這樣做得咯。古時啊，上來人自家就會食懂健康嘅東西啊，嘅行家唔是講係人哋嘅下一代，人哋嘅聲音呢。古時人哋今日就要來同大家小姐也提供也新北韓國桃園也兩隻天氣按度嘅聲音呢。本家就是清營養嘅營養午餐，提供家就清有機嘅健康嘅蔬果。接下來歡迎今日嘅來賓夏秀玲姐，歡迎。大家好，我係都桃園平價農場過來嘅夏秀玲。剛剛頭前有講到，其實秀玲姐家就喺農場提供嘅當道，就是從新北到桃園，也兩隻天氣按度嘅聲音呢，就係將今日帶來按度嘅有機嘅蔬菜、青菜，同冇？好。韓國家下有講到，你係對桃園來嘅，唔過聽講其實唔咩桃園人。我哋係我老外先生攏係花蓮人。花蓮，跟住嘛嘅，我按鹽啲花蓮，啲花蓮按東埔按鹽啲蔬菜來到也桃園啲蔬菜。其實我老外先生，我哋木下農村係做農嘅，我哋都東埔你下馬農係都係耕田。東埔咩係耕田？你下馬下都係耕田，因其他人農嘅做種解無嘅。古時你對呀農業嘅部分其實唔會當上分，是很熟悉的，錯冇？錯。我哋從細都係開始來從下去聽做。去聽做，而大家就啲做農嘅生意都當辛苦，從細可能不用學進來啊，咩冇乜嘅不用了嘅時間，其實我同副卡聽做錯冇？古時跟下後就一直做呀農事，一直到呀下也係講同又做其他嘅事情。我哋都出社會開始，我哋乜唔係做，我先生係做工廠嘅，佢做營造啊，農村佢哋喺公司都係攏睇人家做橋梁較多，不過做橋梁都較危險，嘛從他媽會有該公安嘅事情會發生，我都係畢業後，我都出社會，我都係都該頭個都離任上班做行政。原來係咁嘅，唔過桃園農業依種冇乜嘅關係，因為來到桃園，韓國係做乜嘅用嘅條路。都係我家下都係我先生都攏係冇，睇人家工廠都係，因工體都那佢都係行到那方去，我都冇可能都係出生嘅嚟，然後公婆鄉下帶，個去上班，你媽親太，都係一家人都係分開來。冇鄉下，感覺嘛樣嘛唔係辦法，一隻家都冇搶一隻家嘅，先生做該種一條路，真嘅每樣起碼千個啦，每日都係該阿姑嘅，佢都同人行買菜，市場買菜，都好有呢隻機會，最差每日我哋佢都等我先生來牽過來呢片方做生意。古時賣菜係像有一點像是批發嗰種大量嘅，我哋家都係太賣，都批發喺市場行做太賣，唔係像一般嘅市場行賣菜嘅小賣樣嘅。古時就係因為啊，希望武康人做得食鄉下，睇到做得團圓，張相公啲桃園也做蔬菜，都好有人手嘅人啊，寫係做這個蔬菜批發也鋪分嘅條路。唔過剛剛秀玲姐講，一開始有做批嘅條路，韓國有做嘅呀蔬菜嘅批發，唔過呀嚇有冇？你看帶來按到7家中嘅有機，有冇有想到講，整個整到呀做農業嘅呀隻細條，因為7家很細時節，聽說係做過呀個農事啊，聽說第一講做農事其實真係都辛苦，咩冇按改，怎麼又這麼輕易又踏入了這個泥沼裡面？因為像我哋都係批發㗎嚇，農村嘅老人拿菜過來賣，我哋呢該先生嘅人真多，大家拿來嘅該品質都冇講真好，從差唔係講天像我哋買家。就上都講大概啦，這邊用會黃頭，春用會黃頭，用會棉頭，我哋媽親上講我啲講，用你係乜嘅人員，像我從菜都係個名嘅菜都係包裝嘅下，用班樹都會過敏，從菜都會用縫縫，
嘿，亲要害，嘿，该嘛唔迄嘛唔伫迄嘛该人因，可能对讲佢哋都爱有，可能有些少个有该农药残留，像头摆都迄俩食安问题唔系讲。太个按粗葱，一开始做呀蔬菜批发的时间差不多係幾多年前？那点係差14年前。14年前來做蔬菜的批發，嗰陣時因為大家還冇按從事呀有機的部分，還沒有這麼多有機的，韓國無土嘅農業按到，故所可能淑玲姐係知道，廿個產品啊，人適種嘅也都有搶菜，係唔係有一些從係品質不太穩定嘅感覺？錯，故所按呢就想愛試下做。所以我哋都會想講，用辦法品質吼，按冇問題。去干嘛？傾向愛去了解你喺其中嘅一啲問題嘅出到來。啊，拄到好講，我哋都市場家鄉有隻阿伯，佢家都愛該在大田家下，腳本該大田機嘅大團體，無法度做。係啊，我哋都係想講啊，去關心佢。即係講家催人，你該催農村無法度收。啊，我先生家下嘛係要去聘人嘅農場，係要去實習過。啊，有一點嘅經驗，我哋都去家農場，然後家該採到收起來，係來吞收來吞賣，係冇講啊佢講冇正經講採種落去按辛苦嘅，冇收，係冇來收起來嘛清打掃，係我哋都係前面都去來吞數嘅樣嘅咧，啊吞數了佢腳都係大團嘛冇法度做，佢啱講我哋講你哋兩個後生人上愛要做冇愛都係人嚟吼。都不用一般本做，本地聽嘿，我哋都會按樣嘅人員嘿，你係責任者，我哋咱開始就該要個前來咧嘿做農呢條路。笨蛋冇愛做農咧，唔過因為聽說一隻老阿伯啊，老阿伯就知道呀，用到後生人，哎呦不差哦，還同愛聽數，韓國就上愛老一般的體本，唔過呀一般的體上來有其他嘅二老廿先生兩三年講中。而家做都開始基本上都做都做差不多4分梯。4分梯差不多有多少坪？幾多坪？它1,000坪。差不多1,000坪。1,000坪兩三年做天天。係，我哋呢兩三年做。呀，就已經按久冇做農事嘅，我知道按呢有遇到乜嘅困難冇？即開始我哋因為從細攏係種貨嘅。然後種菜吼，唔係像冇強藥，攏冇強藥。係啊，菜要按到種，乜嘅時節愛種，乜嘅時節愛挖皮，乜嘅時節愛幾多水，又係講難按用嘅菇，其實應該係當難度都冇困難。對，係錯。啊，對開始我哋其實前2年，乜冇乜嘅有收到，係乜冇收上。韓國要做到咁辛苦。錯，係做到真嘅係。無日無咋啦，都該做嘿。啊，每日都係都好，啊老阿伯都讓我哋突一批，可我哋用乜唔係辦法。啊，都突我哋一批佢哋咧產銷班。哦，產銷班。去產銷班都還有熟師，一條該有前輩。啊，每日嘅嗰啲前輩其實頭擺嘅該做技術呢方面，啊冇按開放。嘿，啊像按到個老阿伯，佢哋佢攞一批嘅。佢對呢農業都係農業呢事業，佢哋都係從佢哋用經驗來做。啊，真緊啊對呢嘢奶啊係配，行係講農作嘅啊農作啊，啊係植物呢種嘅，係都冇講清晰了解佢啦。冇一隻固定的數據，沒有一個 SOP 啊，標準作業流程，冇要這種東西。故說你像做啲糖，老年人用嚟講，可能先生就老家嘅經驗傳承本也到，唔過冇一個真經很準確、懂正確嘅有隻數據可以去依據，對不對？錯，係。啊，每我哋都係教業界產銷班啊都農改廠，係，我時常俾人來我哋上課。啊，我哋咩想講？農改廠開始起來熟悉了，我哋都了解講，農改廠其實佢當到個技術面嘅東西，農村都幾家行，係，而且有乜問題，佢攏都得來問，係，個青島嘅專家，農村喺度介行，係，我哋可以每日都來農改廠，都有青島客接觸，係，啊，唔啲蔬菜，而且都來問佢。
哦，古时候就会因为按呢啊，秀玲姐己啊，就会农村就渐渐的开始开始步上轨道诶。古时候己啊，就很用的对啊，前两瓶的土地边都压下，提供新北韩国土野按到蔬菜按到新年的按到好生的营养午餐的抢菜。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同大家讲哦。那福喜来嘅节目，我係综艺群阿群妹，好，剛下人講到吼，秀玲姐伊因為一個很巧妙的因緣際會，一開始韓細時節有做過農事，唔過東岸有做過其他嘅事頭，也係有做到農業了。古時候啊，秀玲姐基本上有按好嘅成績。剛一開始有講到，本日新北市韓國桃園市也兩隻動態嘅天氣，可以提供一個新年嘅營養午餐，嘅搶菜啦。不過睇下啲呀，兩隻天氣嘅新年咧有幾多人冇？像喺新北市嘅新年咧就有33萬，33萬，韓國桃園市就有20萬，差唔多啦，這個數據。對，按度嘅。新年咧，我提供按度嘅搶菜，差唔多我提供幾多量嘅搶菜。像一般人伊都會像一串，差不多一隻新年咧都會食100公克去搶菜，很多人去按用地下算。啊，你阿媽有全台灣青島人伊有機嘅個農民，睇幹嘛？傾向講留兩件事來做肥好來，讓人伊海苔食到較健康。阿媽唔會講從菜，安尼唔會講那方有用辦，無你講真嘅生意，你下都還無身體真嘅無像人條講用按雜。真嘅，全部就是空到室內啊，帶豆腐卡，韓國頭擺像係韓細時間嘅，可能要去田烘，不順嘅田筍嘛個準嘅，全部起價出去了。不過也係準嘅，韓國田嘅吃到。盡量唔好本身嘅，再過去按嚟搞，因為可能水有污染，土壤沒有污染，故說可能各方面的抵抗力，還有過敏，所以你呢也係懂得很多過敏的現象，係唔係就係同食嘅東西沒有一定嘅關係？都係講每日都係有研究講，青島人嘅過敏都係來源都係對人嘅食嘅東西，你下都係食到推用到人講嘅，你下講嘅食品。食品不是食物，是食品。你青島食品，你都用化學嘅東西做出來嘅，用多用呢啲東西，所以講你差唔多你5年來，大家都還有注重呢種嘅食安嘅問題。古時候其實秀玲姐一開始沒有講到你頭擺喺到醫院做呀相關的投入，古時候你對呀空間的概念應該沒懂清楚，就是對呀有機可能應該沒有一些的概念。古時候我想喺請問一開始啲嘅種田種搶菜嘅時節，係唔係就係用有機嘅方式來種？冇我哋頭下都係最開始種菜家係接受人哋嘅農田，啱講像。以前人家老農民青島唔識事誒，佢都係堂堂講，依個專家用辦講，佢哋都用辦做，像我哋家都接個家田，我哋都想去做有機呢方面咧。你做乜解冇一開始就做呀有機？像你做有機，人家都係飲最開始都係飲水、流奶，你用你兩種都係上最基本嘅，奶流水，幾天唔得有個重金屬嘅殘留，像我家都拿我個奶去檢驗，啱個重金屬真緊當黑高，當個我哋睇下老農改從個專家，我哋買去潛個就有原因，每樣啲講都係講專家會講人家改良土質，嚇唔好用咁多嘅化學肥，啱個老農民其他冇去想講佢講。化學皮較夾啊，很有效。啱過佢都係化學皮對人嘅奶質，會傷害下體。像人嘅奶，其實講，像人哋來做，人哋講奶，佢咪係有成量嘅。佢底部有青島嘅嗰啲維生素，有青島嘅礦物質。按人講，化學皮不用用多，人嘅奶，像人應該有聽過講，人嘅奶用嚟洗脫去嘅。唔不用像洗奶咁嘅，因為底部嘅嗰啲維生素攞錢俾該。化學肥啊，冇都係農作落去，農青肥帶都農青都時長長，會磨，個奶會磨上面。
故说一开始加给老阿爸填的时间还蛮种邮机，啊还有又很用的转到邮机的，因为像我弟弟台湾爱种邮机，其实唔係咁簡單的一件事情，因為台灣土地太細，你台灣的面積太小了，韓國你的水流全部就會，比如講一隻地區全部就會用同一條水流，一條水流假使講係有污染，一隻土地咪係有污染，韓國人順體會睇，假使有些農藥，可能都有可能人嘅睇某些農藥咪會有測量到農藥的殘留，故說想問問一下淑玲姐是，用嘅來轉變對呀笨蛋冇種有機，轉做到種有機。啱啱對我講該土人都該100年個下，都有一隻都市嘅計劃，我哋家都我哋媽喺都好都市計劃來，第八項土地不如真收起嘅，係。以後就學到就想講，我田地冇誒，用得晒。係，我哋媽想講，大家真正家下讀到咧，件事情家下買大家講無干無殺，係，千防裝。啊，無我哋媽當初我哋媽想講我哋咧讀了項條件按多嘅新鐵讀了項誒，媽又做出一點點嘅個成績出來。啊，不過讀到媽冇辦法，每樣我哋都係開始尋個土地。媽想講我們就是化危機為轉機，媽想講你本上都想講愛做有機，然後現在都講本上都想愛做有機，都好咧，一隻機會，我哋都係萬片嘅都去尋，每日咧一隻片，我哋一隻朋友，讓人介紹講，同我哋去看咧天。看到係真嘅會驚死人，乜嘅意思會驚死人？真嘅看到兩條天、兩方、兩片天，其實都突然太準下背，啊唔過嘛風太千叫嘅，風太10幾年咧。哦，係，佢一定係萬山嘅用法，萬天嘅用法，攏係錯，每片看到攏係錯，天順都來抹全部。我開山蛋啊，想看到就知道，哎呦，都等於驚啊！錯啊，我看到都攏切滿片係錯，啊唔過。我哋都千種字，我哋都係要潛按用嘅天。用嘅講愛潛按哪嘅天？正如講，方太按叫嘅天，佢一天咧冇去寫咗嘅，冇去開墾過嘅，係方按叫嘅，佢哋啊奶一天千倍，係。佢種嘅有機質一天嘛千好，佢條件一天當好。古時也土地已經休息當久誒，古時也係當好嘅一片土地。古時下後就開始來經營有機，種嘅按到有機嘅長菜。古時我想喺地講，也到有機嘅長菜做得推到學校，推到也新北市桃園市按太嘅天氣，係唔係要有乜嘅條件？比如講有機天初愛韓國儂。像尤其最係對台灣如果講上基本嘅都係講，啲水、啲奶，一定要減鹽愛高，啊過來都係講，唔得要寫咗嘅，媽唔得用化學配，係，你話減鹽一定愛要高，啊還有一隻都係講，一定要有機認證，我去做有機認證，你就通做。韓國人吃到生人呢，因為可能家到好好生育，從來沒強用好好生育，冇按好食強菜。嗰種強菜強食一種聽說唔辣，而且當多種強菜。啊，你想請問一下淑玲姐，人家到提供本學校嘅強菜差唔多愛幾多用？像我喺農場較大，所以講我農場我都一季，我哋最冇都要種8種嘅強菜，本生人嚟去套，係，都輪嚟本期但是。用生意嚟經營食到嘛，唔會講食到安難，看到強菜佢都唔會食咧。係啊，像人也較順頭嘅，看到嘅就係也較當季嘅強菜，看到有內瓜，好，還有這個是白菜，也係黑葉白菜，黑葉白菜，還有鳳菜、漢菜，哇，嗰種按你生意就做得食到當到冇用嘅強菜，當然做得食冇用炒嘅方式，冇用菜嘅口味，嗰種按你食起來就當鐵片唔可以吃到食到內蓋。古時啊，雖然要按到按你嘅強菜，唔過其實淑玲姐基本要帶嘅含卡鐵片嘅口味，可以本藝術，起碼個鐵片嘅口味。像我基本都帶來講，你阿媽係調擺，係，他做以前，可能是談語言，家下，都係家下都還冇按到東西好食，媽冇按到兩種嘅菜出來，都想兩都還。
像伊讲，安像安尼野菜，像我今尾都带掠迄安尼叫点米，哎呦，真紧迄个炒到样个，见批到一层一层粗唔熟的米线，也就哦，真紧迄动粗唔免安尼按嚟讲，因为啊叫点米啊，其实迄头摆，你可能做呀咸醋茶，会加到诶，韩国有点清凉退火，有的会生凉的也就按嚟炒诶，不过。嘛，今日根本嘅糖到少年子，愛帶日本嘅色，啊，全部嘅真嘅愛唔啲色嘅下去啊，係色唔下去，先休息一下，等下再有同大家分享，所以要叫點米係乜嘅米絲哦。轉到福氣來嘅節目，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地度小嘅係少林寺佢嘅有機農場中嘅當到有機嘅青菜哦。不過真係係當奇怪阿群妹，我實在想都想唔見，按到好食嘅青菜，怎麼嘅聽錯我本來是出手臭，為什麼要給我吃魚腥草呢？其實我哋係唔敢按用迄個槍。大槍用的飼料，嘿，散色，嘿，啊，對講，我哋啊農場有槍嘛，有青島，你講新住民，嘿，有外配，其實農場喺東南亞嗰邊過來嘅，嘿，你阿媽喺佢哋介紹我用食。真的假呀？故說我也還有出手臭有個也叫點米，韓國也還蠻個。對啊，係安尼竹馬嫩。竹馬嫩，我們的法語叫做馬齒莧。馬齒莧，韓菜的那個莧菜的莧。嘿。哦，故說也愛用嘅上身啦，佮有一份醬。嘿，你啊對醬料係安尼，其實東南亞嗰邊的醬料，像印度係有。弄到安尼像姜嘛，安尼辣椒誒，辣椒誒。像安尼台灣安尼嘅食法都可能調油一些咧，放落去嘿。啊，像其實都會用魚露，其實嗰片純魚露嗎？對嘿，其實都會用魚露，那個嘿，其實都會你啊種嘅鮮，嘿，都來就細切啦，都從當做個生菜用迄個食。嘿，古說好，阿群妹愛，馬個都咁說，古說我以後要來試試看呐。呀，叫點米，愛加乜雞毛？其實都係農村都係做得夾香下，乜要泡好，嘿，安尼個七層茶，嘿，韓國有七層茶、九層塔，還有呀竹馬嫩，竹馬嫩也有它段呢，全部按呢夾香下，啊，韓國都溫，溫啲醬料用嚟食。好，然後食了。要食嚟做會有當蟲嘅米絲嗎？其實安尼批加米絲青蟲，真嘅食起來，米絲都冇按用起來，冇按蟲，冇安尼蟲，真嘅用起來按薑嘅米絲，很微妙的味道，很清爽哎。好，韓國日本人香港跟那個出手臭會有當地人講嘅米絲，因為佢批起來真係有很重的魚腥味，不過食起來。冇乜嘅油誒，你知道因為那個加誒那個薄荷，韓國七眼茶，那個味道有點中和掉了。韓國吃到會有點很清爽的感覺。韓國人吃到呀，竹馬嫩當後生誒，係，其實係用誒有少少切切，韓國水分濃多，臭哇，很貼片，很像豆芽菜，對，很像。吃起來口感嘛，親像豆芽菜。也咩係東南亞嘅菜係，也係台灣以前都有。因台灣其實都係較祖先，較無，因較無東西好食噶哈。因竹馬嫩嘛係做得拿來做一種紅菜，像一般因都係拿來炒肉啊，嘛做得啊，香草大槍用嚟炒個蒜頭嘛做得，嘿，啊像你蝦人較注重養生。佢媽拿嚟做精力湯，打汁嘿，哇，很貼片。嗰種唔單槍有按呢100ml色嘅菜，咩有一條較貼片嘅野菜。韓國其實一條野菜食起來對你身體其實能量是比較多的，對不對？基本上佢嘅病蟲害都會較少，嘛唔是講愛寫作嘅嘛係讓佢用配，佢都係較天然嘅東西。錯，較天然嘅。唔過講到也病蟲害啊，中年期嘅青頭痛。真麻煩呢，就係病蟲害，因為有病，唔啲愛病嘛個藥
药的，又做唔得用化学的药的，做唔得用农药，有虫的，唔咩做唔得用农药来杀，本虫的唔会来。故所想要来请问一下小玲姐，人家哋位农场係用的来防也条병虫害。像我哋병虫害，我哋都係最基本的都係用轮作，嘿，对，毛孔拢係採用轮嚟去種，啊，像倆伊春天冇都係秋天的哈，嘿，變天的哈時節，倆種嘅蟲都會清多，像倆蟲較多，像我哋都會像白菜啦、通時菜呢條，嘿，會有較多蟲，我哋都會用老一條像漢菜啊、蕹菜，還唔會有蟲絲的菜，我哋要來種到外圍，嘿，啊老呢條白菜呢條。它會從時咧菜包到底杯，叫做七滴農法。七滴農法，我頭擺網是聽過安尼講法嘅，因為我頭擺看到嘅一種有一點類似的方法是，比如講吃婆誒當中蟲嘅好食，啊頭前就會種一條小顆的白菜。啊，可能蟲嘅就會食白菜，就唔可以食到吃婆誒。也係我看過比較像類似七滴農法嘅防治嘅方法。嗰時候也係小玲姐，人家七家發明呢，也係講起那片學道誒。對，像我哋去參觀，因為種菜種人叫媽弟講，種菜都係有條菜會較多蟲，或是有條菜會較無蟲嘅，較唔好食咧，農村會有嘿。啊，種頭擺都係用混搭的方式，嘿，去種，啊唔過。可能從好一些菜，馬不如吃槍槍。哦，嗰時候就係按你嘅方式來做有機嘅防治병蟲害嘅方式。哇，嗰時候其實種有機唔單止有병蟲害一陣多麻煩嘅事情，其實人哋咪係冇問題。韓國青頭南通應該係通路一開始聽說唔係一開始就有新北市韓國桃園市按。這麼大宗的訂單，因為也係愛本身人哋食咧營養午餐，也食咧人聽說當道。不過一開始啲大同路嘅時節，有多乜嘅困難冇？像我哋頭擺都喺大同路噶哈，今年我哋都開始做品牌嘛，還冇做出來，嘿，名氣還冇做出來噶哈，嘛無法度講。我去那邊個有機店，嘛唔係按簡單。真嘅，韓國一般去家買要按貴，一包菜60-70塊，那買一下去。因為用完要按貴多講，我哋種有機，都唔得大眾嘅呢條，因為產量嘛較少，啊過來都係講，嘛個行都係用人工，你人工快搶，都係講人工呢方面買。真到我哋青島嘅成本都解放，係，因為成本按高，係，所以講賣出來菜都係會係成本高，係較貴啊，賣出來都會較貴。唔過說起來，聽說係空天嘅，韓國所以應該係按到嘅辛苦，唔過也下做出來當好嘅成績，未買到當好。韓國其實小玲姐咩有得到今年嘅百大青農，錯冇？係用一條菜得到，也係講係其他嘅產品。嘛唔係，我哋都係頭擺都係生產種菜噶，真正愛投資嘅經驗嘛，心態，嘿，你嘛唔係講你下都政府嘛有講搶眼回鄉，嘿，做來愛做農，啊唔過，因為個門檻挺高嘅，錯，因為香港人真正做來冇按到嗰個資金，嘿，啊我哋嘛都係想講，我哋頭擺都係一路行上來，都係遇到你哋按到嘅問題來，啊，你下要講到個活化農地，嘿，活化農地，嘿。中型的東西，嘿，嘛像以前都有推廣嘛個種嘛有種保育的啦，種啲麥嘅啦，麥，一弄清東就，啊唔過真正嗰條東西，啲皮膚嘛冇適合做樣咧，啲料還會落水，像人體嘛還會落水，啊拄好個農改場，其實就有過量一隻，啲土人農改場有過量一隻個土人二號嘅鹹草。鹹草，其實呀鹹草它就地頭沿東有名，呀，鹹草又當好食，食咧又做得清涼退火，不過也係新嘅品種，同頭擺嘅有嘛個冇同樣。頭擺啲鹹草像關係，其實個鹹草。都係講農村都係搭到天涯下，都係嚴重嘅嘿。啊，像你下都個土人農改場，你下都改良你種嘅，佢嘛較香，較有嗰隻香氣嘿。啊，佢像佢係半直立嘅，嘿，佢啊鹹草係長嘅。哦，你們像你頭擺看到嘅係按嚟上嘅，按嚟像藤蔓這樣子長上出去嘅。
嘿，其实所以讲拌子里的，啊，我哋在杂家下都做用个杂茶机，用杂茶的方式，嘿，用杂茶机去来收。哦，韩国亚哈爱素烘的就会亚咸臭，桃园2号新品种的咸臭，做的茶包。哦，这些树林精也就自家研发出来的。对，我哋都讲留个茶桂草嘛，由来，然后我哋个。咱外头天数，啊，其实都会用该用的咸醋炸出来茶墙，像做茶的方式去来做，啊，做出来以后你要泡出来该色，佢都会茶色。对，佢唔係像你一般看到的咸醋茶係無色咧，韓國佢色起來。里面有一种甜甜的米稀，但是它不是先苦后甘，它是一开始就是很顺的，懂顺呢食下来，就有一种甜甜的米稀。对，讲咧，咸醋基本上，基本性都有一种叫单糖。单糖，古時候佢會有些甜甜。韓國也會。也無係嘛嘅？咸醋嘅。咸醋嘅。咸醋嘅係當到韓人都當好食咧呀，種傳統嘅料理，我哋食看啊。哦，有咸臭的米稀，韓國頭擺顏色咸臭嘅人就會看到大家留嘅咸臭，愛留佢逼出來，留佢高啲出來。不過也還有幾皮嘅也未到地杯呢。像我哋呢都會雜個弄雜，嘿，落去來配備糟，做啲啊，應該咸臭嘅該雜貝，嘛做得食。哦，唔是攞去比特咧，那唔是比特，啊，其實講該咸醋加膠質，應該是加膠質，加膠質都係最多都係都應該加雜貝香，哦，古時候阿佢咪見每一啲了，咸醋愛食椰貝，當有食到椰膠質，韓國阿佢咪見每一咪食到，當好食咧油雞嘅叫點米，韓國看到嘅按到油雞嘅香菜，古時候咩啲嘅，原來你頭鹽有呀，身上按到油雞香菜嘅也就農場，古時候見每一神農小鄰居來同大家分享，係神農魚，謝謝，咩神農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先休息一下，等下聽聽先生，聽下嚟好好運通。